時，本班車將由銅鑼灣之後開往元朗西，中途將有廣播提示各位乘客落車，祝各位旅途愉快。Ladies and gentlemen, on behalf of Carmen Services Company, I would like to welcome you on board our route number 908 to Yukon Quest. Further announcements will be made as we approach various midway bus stops. It is our pleasure to have you on board and we wish you a pleasant journey. 各位乘客，欢迎乘坐九龙巴士公司968线。本班车将由铜锣湾先后开往元朗，中途将有广播提示各位乘客下车，祝各位旅途愉快。下一站係中央圖書館。下一站是中央圖書館。請緊握扶手。Please hold the handrail. 請緊握扶手。
yang juga
hold the handrail，请紧握扶手。Hold the handrail，请紧握扶手。广场，下一站是太古广场，请緊握扶手。Please hold the handrail，請緊握扶手。
永迪街，請緊握扶手。Please hold the handrail。請緊握扶手。OK，过去啊，桌子在上面了，那个在嘛，下面。啊？你要一个位了，你要一个位了，你一个位了。啊？你妈妈来。走。我。你跟你说好装没有？好的，我能下的。那也都没有问题。先过来。The next stop is Queen Street。不要坐前面，这样好吗？下一站是皇后街。请緊握扶手。Please hold the handrail。請緊握扶手。還是成個高能都得啱嘅。喺度屈得咁下去啦，出去啦。
看就撒包聽樣嘅死我唔益。冇啊！下一站設有分段收費。下一站係山水線車站。This part of traffic does interchange. 下一站是东北转车站。
아,
俾啲律師救佢。應該我把條嘢送上去。
接得起水嘅，佢就當備拖拉褲先
我哋考放啲定行？我以前踩車飲茶，我係當日上㗎，我唔係跟啊，豆豆應急催佢，當當即係佢，即係黑嘢就話你打電話未？跟住佢未？咁放蛇都係出整掉血衫，我哋最考放啲定血衫。咁講，出嚟都冇嘢整啦，都係算我下嘅事整啦。等，你個清理你可以入場，你個清理都冇入場，冇嗰啲冚冚就清理得。喂，錢老闆。喂，聽到嘛？係，錢老闆，開乜事？哦，好，等陣啊。你打電話打唔到喎。我俾個發電話佢。我要食特別難嘅。
哇，好快啊！好快。哇，佢啲快真。你哋都係屬於元朗，你哋係一個商場嚟㗎，不過商場啲野牛咁，唔會慳嗰程咁十幾大。元朗嘅經濟直爽正咯，係大叔蒸飯嗰度就係，佢而家麻麻。你話睇到幕口呢啲沙，有呢啲嘢好過㗎。哇！跟啲東點啊？卡子喎，啲三個字我可以。去整站部車，為咗衣服同埋啲衫，翻完衫就去買其他嘢，翻完其他嘢就坐車翻嚟。如果坐地鐵就坐到去得㗎。你知道元朗地鐵站，坐地鐵坐對樹，如果坐地鐵就好遠㗎。
未，整站蝦油同豬腸㗎啦，巴士站特別係加二啦，乜嘢都要啦。是，呢個用個麥雞。右分街。The next stop is Yangtze Street。下一站是右新街。请乘搭请桥。Please hold the handrail。请紧握扶手。但係有嗰啲歐外講。會平㗎，會去蒸啲嘢都尖沙咀嗰邊好似覺得上。好啊，剩我兩個站地。
收車。我以前去旺角特住嗰啲啊，乜就 A P 乜橙色嗰啲㗎，橙色嗰啲肯定啦。哇，人多喎！第三次做了哈，今年。如果唔係收車得到嘅。都有一個。係喎，我用緊開喎。我用咗半年都有。哦，你到8.4嗰陣。咁樣一個幾什麼菜？乜嘢什麼菜？包牛、魚好，切片你什麼菜嗰啲？你2蚊3蚊包半，3蚊咁水。差你什麼肉半？我呢啲我用10蚊肉半。都幾錢便宜嘅？佢係咁㗎，放假冇緊㗎，即係放緊㗎。下一站係大學路。The next stop is Hancock Road。下一站是大塘路。請緊握扶手。係啲羊毛來車就仲有啲全部係邊地㗎？而家就好少，但係過嚟邊蠻多啊仲。以前啲全部周街都拉車都㗎。啲人除咗過係過去買，即係搬走佢喺優德路，啲人翻返去優德路。嚟得一間文華。啲人多喎，咁又。
機翻先就俾大家寫嘅。冇可能，冇可能。你等佢自己走。唔係，就係下一站。我就拍攝唔得啦。就可能明6次就識乜嘢？搞嘅。嗰啲拎水有冇拎水做乜？馬上係元朗西總站。元朗西總站。前面個綠色邊條喺度。元朗西總站。請緊握扶手。Please hold the 邊頭嗰啲地 handrail. 方。請緊握扶手。而家嗱，古道中心廣場嗰度就3摩多間樓上㗎。我跟過去嗰度行一行，因為前面翻完山，就一路行翻去呢都要投出去。哇！你嗰啲人衝過馬路機犀利。嗯。係喎，跟我認為開陽喎。一飯步飯咧，啲講條身。啲人都烏家冇咁多㗎。喺跟你過關時，睇到咧過邊啲人過嚟咧，香港邊啲人過嚟又全部拉檔一次嘢。28個俾買過。嗯。日日發個俾揾翻翻嚟俾買。翻到可能700點咁啦，我翻到4個鐘，我翻到4啊，梗係大4份，你一大隻咁多。佢呢個4嘛，反正都有。成日咧話出得4蚊出咯，怎麼長龍？我得2半，大概得2半，8半9個10咁樣為止。各位乘客，本班车已经到达元朗，请各位乘客下